去年台北市的大安区有一间私人的真正发生命案，一个52岁生出来的女性都轰拍尾也死亡。检方是查出幕后的总价钱，哪亲像是一个姓王的作家，哪像是伊咧塞动，已经甲伊抓起来。目前伊互法院收押禁见。伊的徒弟包括艺人李伟，嘛互检方以证人的身份叫去问话，问煞已经甲伊请回。这个穿乌衫、规身躯包裹白白的，就是已经真久无伫咧演艺圈出现的艺人李伟。13日来到台北地检署，因为伊敢若牵涉台北市大安区一间私人精舍的命案，伊两边互检方以证人的身份约谈，先后请回，因为伊误会的师傅敢若是凶杀案关键的人物。法官准予执行搜索。警方全副武装，甲门暂开了，入去内底，出来查甫人看到警察，规人硬去。厝内放正济珠，这个查甫人就是作家王军，也就是李伟的师傅。验过死者家属提供的相片，指控伊敢若就是精舍杀人案的主使者。去年7月20日监视器画面，看到一个穿修行衫的主持甲2个信徒扫一台拖车，车顶载就是死出来死者。伊敢若是伫咧精舍附近的餐厅，互人虐待拍过了，放进去拖车顶头阁盖一领透明的护膜，人拢无叮当被等伫咧精舍，存款簿也领甲空空。那发现另有完嫌，设有重嫌。那全案呢讯后将依杀人罪嫌移送北检侦办。王军伫社群媒体有播真侪消息，验过拢毋捌互人看伊的面。对于修行的弟子李伟，伫案件发生了，也互检方传唤约谈。经过一层一层的调查，真相是愈来愈晚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